人不起，既然个俺一万那么点那么的，你要掏钱来收益，对俺来说那么着，人家跟着学去，既然记住个，你还不用多岁数，你要给大毛桥开呢。跟到农村场嘛，让给什么都要人，让穷的呢，怕么人牌子，卡是卡了老姐操还给不人，接了让给进大个车去过嘛规则，进大个让个祖宗接不人，第二种让给今天给什么的，点不长嘛一嘛接不起，进大个能不长嘛三张，家电那啷个的，你3年都做不见去抢不人。让给今天的主路的来用这了马店嘛，你可就么就3张，让给上边定你的，就下嘛切皮呢，点追给你头不嘛人，每场面气质浪都见给对这里是要人，你还是忘了他那说，让个三把去了苦节，现在的下面呢，你让了3级这节，别么过别拿了，俺前有就大，亲戚帮你起住。对不起，若你凶了，俺大姑爷们妹妹不急，别的看这个月，多看看这一年妹，这对钱花语，那么花要的，3年花要的，真主气呢，俺们我们同意要的，他这些年俺还去写了去，气差不离。你让你偷要嘛的是个些，平常做机关的，俺打机关的，让你偷要嘛的，建筑空间店看这个，养路。今天的俺建筑队伍员里面吧，当着结果了吧？既然给俺来队伍的，你怎么眼下的当着几个人？